啊，整抽氣線啊，咁高嘅，師傅你記得踩梯喎，唔好踩垃圾桶、踩凳嗰啲喎，小心跌親啊，唔好整親啊。呢個位好矮嘅，求其揾啲嘢墊上都得。咁有需要叫我啦，我走先啦。得啦，鳳仔，你試下得唔得收到師傅，開咗啦，得唔得啊？OK 啊，OK 啊。？OK，收到。師傅搞成點啊？咦，陳生你嚟啊？我哋搞掂啦，整好咗啦。嚟啊，得㗎啦，整好咗啦。睇下有冇問題？OK 啦，我落翻先。哎呀，咦，師傅陳生跌親啊！哎呀，有冇整親隻腳啊？係啊，陳生有冇事啊？有冇整親啊？冇事。喐下隻腳啊！我喐唔到，好痛啊！報警！喂，老細，上個禮拜梁師傅跌親隻腳喎，你今日去探佢喎。好啊，探佢而家傷成點？梁師傅，我同老細嚟探你啦。梁師傅，隻腳點啊？仲喐唔喐到啊？喐唔到啊，完全真係傷得好犀利喎。係啊，好咗啲啦，嗬？好咗少少咯。都叫你唔好踩垃圾桶㗎啦，踩乜鬼嘢垃圾桶咧？提咗你踩 A 字梯㗎啦，呢啲高空工作要踩梯先安全穩陣㗎嘛。你竟然咁無視安全？呢2個星期你都翻唔到㗎啦，我哋已經為咗提供。但係尤其是保咗保險嘅，勞工處都知㗎啦，下次小心啲，唔好再咁啦。好，咁唔阻你休息啦，梁師傅，我同老細走先啦。拜拜。總之下次翻工攞梯台啦。如果唔攞梯台，達到我咁就唔好啦，係咪？選擇合適嘅安全帽並正確佩戴它，可以提高工作和活動時的安全性。利用反光嘅特性，將人嘅形體展現出來，都能夠有效提醒他人。工作平台提供一個適當嘅安全空間及穩固嘅四面圍欄作保護，可以減低人體下墜嘅風險。當佩戴者失足墮下時，利用下跌嘅速度摩擦打開鎖掣，把佩戴安全帶嘅人下跌速度減慢，繼而鎖停在獨立救生繩上。獨立救生繩主要與安全帶配合使用，為高空作業人員提供保護。